可能你正經歷緊一段傷痛嘅關係，或者你最愛嘅女人正一步一步離開緊你，呢種感覺就好似個心俾人撕開咗咁痛。我好明白你嘅痛苦，因為我見過無數嘅男士陷入呢種困境，佢哋都問我 Cindy， 你身為一位國際感情關係專家，一個月都有超過400萬人瀏覽你哋嘅平台去修補關係，咁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究竟我做錯咗啲咩呢？大部分嘅男人都未意識到女性嘅心理秘密。如果呢個係你嘅話，好消息，喺嚟緊5月12號星期一，香港時間晚上8點，你有機會免費參加我從來冇公開過嘅全新課程《心理逆轉信息學》呢一個完整嘅系統，之後會喺市場上以價值5位數字發售，但係你而家可以免費優先睇到我整個錄製過程，親眼見證呢個課程嘅誕生，點運用心理學元素嘅技巧去觸發你前度嘅潛意識，令佢重新被你吸引，仲會忍唔住日日諗起你，掛住你。點解 send 呢幾個 WhatsApp 信息，你就可以令前度再次為你着迷？就算佢已經識咗第二個，又或者佢已經已讀不回，甚至同你講我以後都唔想再見到你啊！如果你而家睇緊呢條片，喺90分鐘嘅培訓課程入邊，你將會得到解讀情感攻心術，即使佢已經有新歡，都會再次被你吸引，令你重新掌控愛情嘅主導權，令女人重新迷戀你。6大不敗復合法則，令對方喺短時間消除所有負面情緒，從而對你產生全新嘅感覺。催情信息心理攻略，呢啲富有心理學元素嘅信息，能夠有效直接刺激對方同你親密連結嘅激素，令佢從抗拒到主動靠近你，重投你嘅懷抱。重要嘅係，只有喺當日網上參加嘅朋友先會獲得分享嘅 WhatsApp 信息嘅模板。你所得到嘅唔係概念或者理論，而係蘊含有心理學元素嘅文字內容，全部俾晒你，令你可以即刻 copy and paste 就可以 send 信息出去，重新啟動同前度嘅親密連結。由於我只開放有限嘅名額，免費參加，所以報名會透過先到先得嘅方法，而課程係不設重溫。如果你錯過咗今次免費參加嘅機會，就要喺將來用5位數字先買到呢套培訓系列㗎啦。快啲 click 下邊嘅鏈接即刻登記，記住機會同時間都唔會等人嘅，唔好等到對方完全死心，你先嚟後悔啊！快啲 click 下邊條 link 預留你嘅位置，記住呢個信息嘅模板只會提供俾當日有出席嘅朋友，之後所有內容將會留喺付費課程入邊，所以今次係你唯一可以免費獲得嘅機會，記得準時出席啊！我正面對緊一個婚姻上嘅挫折，參加咗呢個課程之後，改變咗我之後嗰個人生。5年前經歷咗一段失敗嘅婚姻嘅，佢提出咗離婚咗之後，我都無力去挽救翻呢個婚姻。讀咗我哋嘅課程之後，我先至發現問題出喺邊度咯。